官方說法。北韓新聞處招聘記者，考官出題：假設你係秦朝記者，請報道焚書坑儒事件。A 考生答：暴政當道。考官好嬲咁話：一啲政治思維都冇，你可以返去啦。B 考生諗咗好耐，一臉惆悵咁答：今日休刊。考官搖搖頭話：個人見解都冇，完全唔識用腦。到 C 考生，佢就用充滿自信、堅定嘅語氣答：營火晚會意外，300餘生遇難，大量古籍被毀，吾皇親赴救災。考官聽完之後大拍手掌，真係百年難得嘅奇才。結果請咗 B 考生。哈哈哈！俗語有話扮豬食老虎，適當時候都要扮下豬啦。